我叫傅远航，今年50岁，傅氏集团的董事长。董事长好。我有一个贴心小明稿，他担心我老来没伴儿，为了给我安排相亲，无所不用其极。都不喜欢，我还有。爸，要不咱去这个？刘婆说亲，专业。为了不辜负女儿的一番好意，我决定隐藏身份来参加刘婆说亲，只为寻到一个与我真心相对的人。大家好，这里是刘婆相亲，缘分天注定，好事我来定，欢迎各位来到现场。现在我们就先有请今天的3位男嘉宾上台，大家掌声欢迎。小朋友不哭，阿姨抱抱，没摔疼吧？妈妈，谢谢你们帮了我儿子，没事。最后一位男嘉宾到了吗？赶紧上台了。既然咱们3位男嘉宾已集齐，那就先各自说一下自我优势，以及想找什么样的另一半吧。我是拆迁户，家里分了10套房，都在市中心，手里还有100万存款，我就想找个温柔好看能伺候我的。我是高级退休工，退休金每月2万，存款也有100万。我身体硬朗又不爱花钱，就想找个帮我花退休金的。这位大哥，轮到您了。我叫傅远航，就是个在工地搬砖的，没车也没房。这次来只想找个能和我真心过日子的人。好，介绍完毕。台下有相中男嘉宾的，现在可以就上台了解配对了。有哪位想上来了解一下这第3位男嘉宾的吗？都50岁了，还没车没房，谁愿意跟他？就是前半辈子吃了苦，难不成后半辈子还要跟他继续吃苦啊？下去吧，下去吧，下去吧！我选他。是他。哎呦，好，这位妹子快上台来。前面2位男嘉宾都有车有房，条件比我好，你不选他们，为什么选我？钱财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我不在乎那些，我只在乎你以后会不会对我好。这女的脑子进水了吧？放着有钱的不选，偏选个穷光蛋。都一把年纪了，还这么恋爱脑，以后有的他苦日子受。大家静一静，老话说得好，萝卜白菜各有所爱，感情的事儿看对眼比啥都强。现在让我们恭喜台上的男嘉宾都寻到了各自的有缘人，鼓掌。我就这么结婚了。招娣，既然我们现在领证了，你就搬来和我一起住吧，这样也更方便我们了解彼此。好，听你的。行，那我现在跟你回趟家，帮你把行李搬过来。不用，我自己就能收拾，别耽误你上班。等我收拾好再给你打电话。行，那我等你电话。少废话，给我拿钱！什么钱？你弟弟马上就要结婚了，女方那边要30万彩礼，当然是你这个姐姐来出了。他结婚凭什么要我掏彩礼钱？我哪里有那么多钱？不给是吧？行，那你就永远别想知道你那个拖油瓶在哪儿。妈，兰兰呢？我怎么到处找不到她？那个小拖油瓶早就被我丢了。我告诉你，以后老老实实给家里寄钱，否则这辈子都别想再见到他。妈，30万太多了，我没有这么多钱。爸妈，柔柔肚子里可还怀着林家独苗呢，这钱要是拿不出来，她生气把孩子打了，咱林家可就绝后了。王总，
您看我家招娣怎么样？咱们之前说好的30万彩礼还作数吗？作数，只要他今天跟我走，30万立马到账。你年纪也不小了，我跟你爸又给你说了门亲事，王总家大业大，主要还愿意出30万彩礼，以后你就是他的人了，尽快收拾啊，跟他走吧。爸爸，我也是你们的女儿啊！你们怎么能为了给林耀泽凑彩礼钱就把我卖了？别把话说得这么难听，你都这么大年纪了，有人要就不错了。况且这钱拿来刚好能保住林家独苗，多好的事儿！反正你今天嫁也得嫁，不嫁也得嫁了。别碰我，我不能嫁给他，我已经结婚了。你们什么意思？来之前跟我说你们女儿温柔贤惠、安分守己，结果她跟人把2婚证都领了，你们这是骗婚！王总，您别生气，这事我们也是闭嘴！这件事情我跟你们没完。王总，您消消气儿，咱们再商量商量。自古以来都是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你竟敢背着我们偷偷给野男人领证，你长本事了是不是？行了，现在打他有什么用？既然她嫁人了，那就让咱的新女婿拿30万给耀祖结婚不就行了？他就是个工地搬砖的，没车也没房，没钱给你。什么？你放着有钱的王总不嫁，去嫁一个工地搬砖的穷鬼？耀祖说的对，你现在就跟他离了，我还能去王总班帮你说说，不然就他给30万彩礼。你们凭什么逼我离婚？不想离也不想拿钱是吧？行啊，你不拿这30万，那就让你的女儿去嫁给王总换彩礼。兰兰也是你们的亲外孙女，你们怎么能这么狠心？妈，就当我求你，告诉我兰兰到底在哪儿？少废话！你想见那个拖油瓶，就把30万拿来，不然你这辈子都别想再见到他。自己好好想想吧。妈妈好想你，你到底在哪儿啊？招娣，我来接你。招娣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我没事，就是不小心把东西撞倒了。你怎么突然过来了？我看你一直没给我打电话，就直接过来接你了。你跟我说实话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老夫，要不我们还是把婚离了吧？我们早上才领的证，为什么突然要离婚？我们是夫妻，你有什么困难都可以跟我说的，我们一起商量解决。老夫，你是个好人，我不能连累你。其实我没告诉你，我还有个女儿。当年简直是太过分了！天底下哪有父母把亲生女儿逼到这个地步的？这些我都能忍受，只是可怜我的女儿，现在不知道过得怎么样。别哭了，放心，我一定会帮你把兰兰找回来。不行，这是我的事，怎么能连累你？胡说，我们现在是夫妻，当然有事一起扛。先不说了，我们先回家。我这里条件有点简陋，你别嫌弃。我让林特军随便给我找个房子，稍加布置一下，没想到弄得还挺不错。不嫌弃，这屋子收拾得很干净，稍加布置就会很温馨。再者，只要人在，哪里都是家。对了，老傅，忘了问你，你家里还有其他人吗？我还有一个女儿，叫傅悠悠，不过她平时工作忙，不常回来。那今晚我做顿饭，咱们一起吃。我也来搭把手。不用，你去坐着休息吧，一会儿就好。活了大半辈子，没想到老了能遇到这么一个知冷知热的女人，真是值了。悠悠，爸结婚了，你今晚过来吃顿饭，认识一下你林阿姨。什么？就结婚了？老傅同志这速度可以啊，我马上就过来。我去扔吧，你歇着。不用，你不是叫了悠悠来吃饭吗？我跟她又不熟，等会儿见面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，还是你在家等着她吧。
不是我的平安符吗？怎么掉这儿了？老傅同志之前死活不肯找老伴儿，突然就闪婚了，我倒要看看他给我找的后妈人品怎么样。来了。爸，你可以啊！之前我让你相亲，你死活都不愿意去，这会儿倒直接给我整了个闪婚，快让我看看到底是什么天仙能让你动凡心。你林阿姨和其他女人不一样，等她扔完垃圾回来，你见到自然就明白了。悠悠，爸对不住你，这么多年了，都没能帮你找到你的亲生母亲。爸，您别这么说，当年您把我从人贩子手上救下来，还愿意收养跟你毫无血缘关系的我，没让我变成流浪儿，我就已经很感激您了。你放心，爸会一直让人找下去的，直到帮你找到亲生母亲。兰兰，你看，这是妈妈亲手绣好去寺庙开过光的母女平安符，就算以后咱们分开了，只要有这个，妈妈就一定能找到你。妈，招娣，你回来了。来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，悠悠，这是你林阿姨；招娣，这是我女儿傅悠悠。林阿姨，那什么，饭菜都做好了，快坐下吃饭吧。你今天辛苦了，多吃点。悠悠，快尝尝阿姨的手艺，看吃不吃得惯。这个味道是妈妈，这个味道简直跟妈妈做的一模一样，难道林阿姨就是我妈妈？悠悠，怎么了？是不是阿姨做的饭菜不合你胃口？没有，是您做的菜太好吃了，有妈妈的味道。好吃就多吃点。你林阿姨为了做这顿饭，在厨房忙活了一下午呢。可能只是巧合吧。如果林阿姨真的是我妈，怎么可能认不出来我呢？怎么了？脸色这么难看？老傅，公司因为我年纪太大，把我优化了，以后我就没工作了。我还以为多大的事儿呢，不就一份工作吗？相信我，你离开这儿肯定能找到更好的工作，反而离了你，是他们的损失。就你会安慰人，那我就承你吉言了。走吧。坐稳了啊，咱们回家。招娣，你累了一天，先回房休息吧，别多想了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好。副董，您这么晚来电话，有什么吩咐？我等会儿发给你一份简历，你明天一早就让人事立刻联系他，请他去公司当设计总监。副董，我能问原因吗？她是我夫人，其他的都不该问，别问。什么？您结婚了？明白，我马上去办。另外夫人还不知道我的身份，你到时候别说漏了嘴。不过夫人入职当天，我也会前往富士集团，亲自向大家介绍她的身份。明白，我这就去安排。招娣，往后有我在，我绝不会让你再受半点委屈。老傅，你快看！怎么了？什么事儿这么激动？我收到富士集团的录用通知了，他们让我去当设计总监。你看，我就说嘛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，好消息这不就来了？多亏你的吉言，我真的太高兴了。那明天我亲自送你去富士集团上班。好。您就是林招娣女士吧？我是董事长身边的林特助，特来接您进去办理入职。亲自接我，辛苦你了。不辛苦，您这边请。副董，一切都按您的吩咐准备好了，您可以去换衣服了。林小姐，以后这就是你的办公室了。这么大的办公室是我的？林小姐，我接个电话。副董，什么？戒指找不到了？好，我马上过去。王副总，新设计总监已经在办公室了，这位可是未来的董事长夫人，你尽快过来招待一下。什么？新任设计总监就是未来的董事长夫人？好，我马上过去招待。
抱歉，林女士，我有急事得先离开一下，稍后王副总过来安排您的工作。没事儿，您去忙吧。珊姐，听说今天董事长要来宣布设计总监人选，我先在这儿提前恭喜你了，薛总监。别瞎说，这八字都还没一撇呢。您就别谦虚了，您都在富士30年了，这设计总监的位置肯定非您莫属。我都怀疑董事长今天就是为你而来。我刚才在厕所听到王副总打电话，说是谁能坐上设计总监的位置，谁就是未来的董事长夫人。见过董事长夫人。哎呀，这还没正式宣布呢，别瞎叫。珊姐，你带我们去看看新办公室呗？那行吧，就带你们去看看。你是谁？谁让你坐在我的位置上的？你们好，我是今天新入职的设计总监林招娣。你是新入职的设计总监？真是笑死人了！我们怎么没听说公司招了新总监？就是，公司真正的设计总监薛山就站在这里呢。你这个不知道哪里冒出来的大妈，也敢冒充？我没骗你们，我是收到了公司录用通知来办理入职的。我明白了，你肯定是听到小道消息，知道谁坐上这个设计总监的位置，谁就是未来的董事长夫人，才跑来抢这个位置的吧？就凭你，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。我不知道什么董事长夫人，我就是来上班的，你们误会了。误会个屁！一个乡巴佬也敢来跟珊姐抢位置，简直不自量力！快滚！跟他废什么话？把他赶出去就行了，别弄脏了我的办公室！放开我！你们听我说，有什么好说的？快走！副总，您穿这身简直帅爆了！如果夫人看到，肯定会被您迷得神魂颠倒。时间差不多了，走吧，别让他等急了。是。你们真的误会，我是林特助亲自带来安排入职的，不信你们可以问他。还敢嘴硬，赶紧滚出去！保安呢？怎么还不把这个疯女人拖走？林招娣，林招娣，你可真是让我们一顿好找啊！爸，你们怎么找到这儿来了？少废话！30万凑到没有？赶紧拿出来给你弟弟办婚事。30万不是小数目，我真的拿不出来。再说，耀祖都这么大了，彩礼的事儿就该他自己想办法。你这个不孝的东西！耀祖是你亲弟弟，你帮他一把怎么了？大家快来看呐！林招娣这个不孝女，不认爸妈，不顾弟弟，只管自己快活，简直就是个冷血无情的白眼狼啊！像你这种品行败坏，连父母都不管的人，定不会被富士集团录用。我劝你别再骗人，赶紧滚，不然我可就要报警了。我没有。吵什么？都不用上班吗？王副总，这个女人自称是富士集团新招的设计总监，有这回事吗？上面从未提过空降设计总监的事，林特助又说新总监在办公室，那肯定就是薛山啊！没这回事，我根本就不认识他。我都说了，珊姐才是真正的设计总监，未来的董事长夫人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也敢冒充董事长夫人？就是，王副总都亲口证实了，你还不快滚！王副总，麻烦你叫保安把这个冒牌货赶出去，我不想看到他。来人，把他给我丢出去！
副董，您准备的这么用心，夫人肯定很感动。我没有骗人，我真的是新来的设计总监。还嘴硬，你也不撒尿索照照镜子，就凭你也敢觊觎我的总监之位，甚至还妄想当董事长夫人，简直做梦！还愣着干什么？快把这个疯女人轰出去！走，拿不出30万，你就给我老实嫁给王总，他给的彩礼正好够你弟弟娶媳妇儿。我不嫁，我已经为林耀根放弃了自己的上半辈子，凭什么还要为他牺牲我的下半辈子？放开我！我的鞋，我这双鞋可是香奈儿限量款，一双就要20万！你们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弄脏它！20万，一双鞋怎么会这么贵？少废话，赔钱！今天拿不出210万，我就报警抓你！这跟我可没关系啊！对，都是林招娣撞的，你要找就找他，别找我们。我确实一时半会儿拿不出20万来，我帮你擦干净吗？滚开！这种鞋沾泥就毁了，你以为光擦就能恢复原样吗？我现在只给你2种选择：1赔钱，2坐牢。既然赔不起，那就把他抓起来，送去警察局。哼！我看让你赔20万，对你来说确实挺难的。这样吧，你让我扇几个巴掌，没准我扇开心了，就不要你赔了，怎么样？你不能这样！妈，你到底在哪里？悠悠真的好想你。怎么有2枚一样的平安符？难道林阿姨就是我妈妈？住手！你们在干什么？住手！你们在干什么？老傅，你怎么来了？穿的倒是人模狗样的，哼，你就是招娣那个在工地搬砖的老公吧？来得正好，我告诉你，娶我女儿可是要拿30万彩礼的。你今天要是拿不出钱，你们就把婚离了。我还以为谁呢？原来是个臭搬砖的，真以为自己租身西装买束破花就是有钱人了。看看你俩这上不得台面的样子，还真是天生一对。嘴巴放干净点，你们凭什么欺负他？欺负？是他先弄脏了我脚上这双限量版高跟鞋，又没钱赔。既然你是她老公，那就你来赔吧，20万。今天要是少1分，你们俩谁都别想走。老傅，你快走，我不能连累你。别怕，有我在，我不会让人欺负你的。不就是区20万，别说1双，我赔你10双都不是问题。但前提是你必须先向我老婆道歉。这个农民工居然张口就说赔200万，我看你是在工地上被砖头砸坏了脑子，跑这来装大款了吧？就是，说话之前也不先过大脑。你以为200万是200块吗？王副总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叫保安把这2个闹事的穷鬼轰出去啊！一会儿要是让董事长看到，那你这副总也别干了。是，夫人息怒，我这就处理。保安，把他们给我抓起来扔出去！我看谁敢！王建国，你好好睁大眼睛，看清楚我是谁！这人怎么看着有点像是副董？你是？你是？不对，副董身边常年都跟着林特助，这个人肯定只是跟副董长得有些像而已。哼，你是谁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也配让我记住？我就是富士集团的董事长傅远航。你可真是敢说啊！你要是董事长，老子还是世界首富呢！就你这样也敢冒充我们董事长，简直是不知死活！老傅，你别乱说话了，董事长那种大人物，不是我们这种普通人能得罪得起的。你俩还真是烂锅配烂盖啊！别的不说，演戏倒是一套一套的。就你这样，一把年纪了还在工地上卖苦力挣钱，就算再努力100辈子，也不可能是董事长。
林特助，告诉他们，我到底是谁？副董，应该是夫人失踪的女儿有眉目了，我去接个电话，马上过来。哟，你这戏演的不错啊，居然连董事长身边特助的名字都调查清楚了。你不会以为知道个名字，再随便喊两嗓子，你就真成董事长了吧？好，我不喊，我直接打电话让他过来。老傅，我求你了，别再把事情闹大了，我累了，我想回家。好，听你的，我们回家。你这个破民工，冒充完董事长就想走，没门儿！王建国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把这两个骗子给我拿下！来人啊，把他们俩给我按住！来人啊，把他们俩给我按住！老傅，怎么办？我们今天肯定走不掉了。王建国，我劝你做事之前考虑好后果。你今天要是敢动我一根粉毛，我保证你会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。都这时候了，还在嘴硬？好啊，老子就站在这里，看你能把我怎么着！就是一个搬砖的，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，笑死人！还愣着干什么？把这个冒充董事长的骗子给我拿下！住手！你们在干什么？林特助，你可算来了！这有两个穷鬼冒充董事长和董事长夫人。我正让保安把他们抓起来，等候董事长亲自处置呢。什么？竟有人敢冒充董事长？他在哪儿？林特助，就是他。您看他那穷酸样，也敢说自己是董事长，真是不知天高地厚。怎么回事？林特助怎么给了王副总一巴掌？林特助，你在干什么？你打错人了。你又是谁？我想打谁，你管得着吗？怎么说话呢？站在你面前的这位可是未来的董事长夫人。你，董事长夫人？没错，就是我。我命令你现在立刻把他们抓起来，不然等董事长来了，我非让他开了你不可。你确定你真的是董事长夫人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也敢质疑董事长夫人的身份？我看你是不想活！蠢货，还不给我闭嘴！林特助为什么这么怕他？难不成他真的是董事长？林特助，对不起，老夫不是故意要冒充董事长的，他这么做只是为了保护我，你千万别怪他。老夫，快跟我一起向林特助道个歉，求他千万别把这件事儿告诉董事长。使不得，这可千万使不得。林特助这是怎么了？反应这么大？看，这件事不是你们的错，是薛山和王建国仗势欺人，该道歉的是他们。凭什么？林特助，是林招娣先跑到公司来冒充新来的设计总监，我们气不过才……谁说她是冒充的？林女士确实是我今天带来办理入职的新任设计总监。什么？她真的是新来的设计总监？那未来的董事长夫人岂不就是……林特助，照这么说，林招娣才是未来的董事长夫人。我什么时候说过新来的设计总监就是董事长夫人了？这种空穴来风的谣言，也是你们能随便乱传的。可是林特助，刚才你在电话里……够了，还不闭嘴！现在你们立刻向林总监和这位先生道歉，不然我就将你们今天欺负同事的行为告诉董事长，董事长定然会治你们的罪。林特助，只要误会澄清了就好，道歉就不用了。不行，他们今天这么欺负你，必须道歉。你们耳朵都聋了吗？道歉！今天是我误会了两位，还望两位别跟我一般计较。看来你是想让我把你今天的所作所为一五一十的汇报给董事长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等等，我警告你们，以后再有什么事儿，
直接来找我。要是再让我知道你们来找招娣的麻烦，我保证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。妈，咱们先走吧，这可是富氏集团的地盘，要是惹恼林特助，咱们今天谁也走不了。那彩礼钱就这么不要了？等改天我们再找林昭律算账。你最好保证你每次的运气都这么好，不然那30万你休想赖账。爸妈，我们走。林特助，今天真是谢谢你了，要不是你帮我主持公道，我就是有10张嘴也说不清。林总监严重了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老傅，你以后千万不能再开那么大的玩笑了。副董跟我们不一样，像他那样的存在，我们普通人永远无法触及。那如果我真的是富氏集团的董事长呢？如果你真的是副董，我就不会跟你在一起了。我现在只想过普通安稳的日子，那种豪门大户，我不想高攀，也高攀不起。看来昭君现阶段还是只想过平凡，告诉他，保不准把他吓跑了，还是之后再另寻合适的时机吧。跟你开玩笑的，我怎么可能会是副董呢？不过还好我不是，不然像你这么好的老婆，我可打着灯笼也找不到喽。林总监，我看你今天也受了不少惊吓，先回去休息1天吧，明天再来正式办理入职。我还有点事要处理，就先失陪了。爸，林阿姨，我有事想问，您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？我没事。说来话长，你林阿姨身体不太舒服，我们先带她回家再说。爸，你出来一下。爸，你还记得这个吗？傻孩子，我当然记得，这不是我当年带你回来的时候就戴在你身上的平安符吗？这应该是唯一能证明你身份的东西了。那您当年捡到我的时候，这平安符有几个？当然是1个呀，怎么了？难道林阿姨就是我的亲生母亲？哦，不对，是2个。什么2个？你小时候贪玩，把这个平安符弄丢过一次，哭得眼睛都肿了。我心疼你，就专门找人做了个一模一样的，结果没过几天，原来那个又找着了。这样啊，我就说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情，原来又是空欢喜一场。走，赶紧给我出去！妈，您这是干什么啊？别叫我妈，我不是你妈。眼瞅着我女儿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了，你这50万彩礼钱还一拖再拖，怎么着？你是想1分钱不花就白得个媳妇儿和儿子不成？50万？之前不是说的30万吗？那30万是给我女儿的彩礼，另加的20万当然是给你儿子的。怎么，你把我女儿肚子搞大了，就想赖账不成？少说废话，林耀祖，你要是再不把50万彩礼钱拿出来，就别怪我明天就去医院把这孩子打了。小祖宗，你可千万别冲动，这钱我已经在凑了，再给我一点时间行不行？少来这套！我再给你最后3天时间，要是再见不到钱，我女儿也不是白被你欺负的，到时候别怪我找人废了你们一家。现在赶紧让我滚！妈，您消消气儿，我这就滚。50万，这让我去哪儿弄钱啊？林招娣那老公就是个穷光蛋，别说50万，500块都不一定能拿得出来。喂，王总吗？我是林耀祖，我想问问，就咱们之前谈好的那个彩礼钱。你找我又有什么事儿？姐，你不是很想见那个小拖油瓶吗？你什么意思？我女儿在哪儿？赶紧告诉我！想见她，那就过来我发给你的这个地址吧。要是不来，你这辈子可就永远都见不到她了。
以后所有的加急文件都直接送到我家里吧。好的，副总。城南郊区，那平时连个人影都没有，不就一个废弃了好几年的仓库吗？副总，您怎么突然说起这个？不好，赵队有危险！林特主，马上备车去城南仓库，快！李耀祖，我来了，我女儿在哪儿？姐，你急什么？想见你女儿可以，先拿钱来。钱？你不是说有我女儿的下落吗？嚷嚷什么？我这也是为了你好。你跟着那个搬砖的能有什么出息？只有吃苦的份儿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姐，你不知道，自从王总上次见过你后，就一直对你恋恋不放，还说只要你跟那个穷光蛋离婚，他就愿意出50万彩礼娶你。我可是你亲姐姐，你怎么能为了钱做出这样的事情来？你还是人吗？你也知道你是我亲姐，那为亲弟弟的婚事做点贡献，那不是理所应当的吗？我懒得再跟你说。招弟，咱们又见面了。王总，人我可是给您带来了，那这钱不错，给他。谢谢王总，拿了钱就赶紧滚去一边，别在这坏老子好事儿。你别过来，我已经结婚了，我有老公的。那又怎样？那个穷光蛋能给你什么？你还不如跟了我，往后保你吃香的喝辣的。再开快点，还有多久才能到？副总，这已经是最高限速了，前面马上就到城南路口。真香啊！你放开我！混蛋，放手！救命啊！刚好50万，这下我的彩礼钱有着落了。你竟然敢打我！老子今天非要让你知道我的厉害！不要，老夫救我！哼，今天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，也救不了你！住手！敢坏老子的好事儿，活得不耐烦了是不是？王总，他就是我姐那个废物老公，一个穷鬼而已，不用怕他。哼，我当是谁呢？原来你就是招弟那个没用的老公啊！你们两个把他给我打出去，看他还敢不敢跟老子抢女人！你别乱来啊！这事不能怪我，是林耀祖收了我50万彩礼，说要把他姐嫁给我的，给我还给你，我不要了还不行吗？林耀祖，这女人老子不要了，赶紧把50万还我！什么钱？这钱到了我手里就是我的了。你敢耍我？信不信我叫人给你点颜色瞧瞧？姓傅的，你娶我姐1分钱没出，难道还想白得个老婆不成？我告诉你，你今天要想带走我姐，就必须得替我把这50万还给王总。林耀祖，你怎么有脸说出这样的话？你还是不是人？只要你让他帮我把钱还了，你爱怎么骂怎么骂。姓傅的，只要你愿意帮我出这50万，我可以告诉你那个小拖油瓶的下落。好，我帮你。卡里有50万，拿了钱赶紧给我滚！老夫，你哪来这么多钱？真晦气！我们走。钱我已经给了，那孩子在哪儿？快说！我听我妈说，那小拖油瓶早被当初收养他的人家给卖了，现在他们也不知道在哪儿。你们怎么可以这样？把我的女儿还给我！招弟，滚！招弟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帮你找到女儿的。老夫，今天多亏了你，要不是你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我们是夫妻，说这些做什么？你人没事比什么都重要。可是那50万，老夫你哪里来那么多钱？别担心，那是我年轻时攒下的一点积蓄，本来就是留着备用的，现在用来救急刚刚好。都怪我，要不是……好了，你今天受了惊吓，现在最需要的是好好休息，其他的事情交给我，好吗？林特助，动用所有人脉，不惜一切代价寻找夫人20年前丢失的女儿，有任何消息第一时间向我汇报。是副董，我马上派人去办。这是什么？
产证，上面的名字怎么是我？老夫不是说这房子是租来的吗？难道他一直在骗我？老夫，你跟我说实话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不是说这房子是租的吗？招娣，你听我解释，我不是故意要瞒你的。那你倒是说说为什么骗我？除了这件事，你是不是还有很多事情瞒着我？招娣不是这样的，你看，咱俩结婚我也没给你彩礼，我就想着用积蓄买套房子送给你，好歹让你有个真正的家。但又怕你觉得太贵重不肯收，才故意骗你说是租的。你别生我气好不好？你呀你，都老夫老妻的了，你怎么还学年轻人那一套？只要你不生我气就行。老夫，你的心意我领了，但我真的不在乎这些，咱们平平淡淡的过日子比什么都强。这房子太贵重了，我不能要。别可是了，你要是真想对我好，就陪我出去买一件得体的礼裙。买礼裙？后天我某校木行大学要举办校庆晚宴，总得穿得正式一点。木行大学，那不就是我投资的大学吗？好，去校庆是大事，后天我陪你一起去。现在我们去买礼裙。谁让你们进来的？看清楚了，我们这里可是富士集团旗下的高档服装店，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进来的。哦，你们富士集团是规定只能接待达官贵人，还是你在这里狗眼看人低？我呸！你个老穷酸，骂谁是狗呢？老夫，算了，我们换一家也行，没必要在这儿受气。赶紧走吧，穿得跟个要饭的似的，没钱来逛什么服装店呀？真是笑死人了！老夫，我们走吧。你们经理是谁？把他叫出来，我倒要问问他是怎么教出你这种员工的。我们经理也是你能见的，滚滚滚！别在这里瞎嚷嚷，打扰我做生意。谁让你动他的？哎呦，非礼啊！快来人啊！怎么回事？吵什么？经理，是这两个穷光蛋买不起衣服，还在这里闹事，他还占我便宜。好大的胆子，敢在我们店闹！董事长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完了，我真是要被这蠢货害死了！我长这么大，还是第一次知道想进你们这店逛逛，得提前备好100万资产。不，您误会了。经理，你打我干什么？没眼力见的东西，你被开除了，立刻收拾东西给我滚！二位，实在抱歉，为了表达歉意，我亲自带二位挑选礼服，里面请。招娣，你穿这条裙子真的太美了。这件礼裙简直就是为夫人量身定做的。这件我也挺喜欢的，那就它吧。我去买单，你在这儿等我。8万？什么衣服这么贵？还镶金了不成？衣服我不要了，老夫，咱们走。哎，两位等等，这是个误会，是我们搞错了。其实这条礼裙只有800块钱，是我们工作人员粗心大意，打标签的时候多打了2个0。真的只要800？千真万确，夫人，这裙子气质特别衬您，不买太可惜了，我这就去给您装袋。那个经理啊，既然你们都打错标签了，那能不能再便宜一点？600块行吗？行，600就600，就当和你们二位交个朋友了。招娣，怎么了？衣服买到了还不开心？就这么一条裙子，花了600块呢。早知道那经理答应的这么痛快，我就再多砍点价了，起码能省下咱们好几天的买菜钱。没关系，600块能买到你喜欢的东西，就花得值。那怎么行？过日子得细水长流，就算你有点小钱，也不能这么随便花呀。我跟你说啊，以后出门买东西，人家报价你就得拦腰砍一半。还有啊，超市晚上8点以后那个打折的肉菜，其实也很新鲜的，能省不少钱呢。
她果然和我之前遇到的那些只图我钱的女人不一样。我傅远航这次真是捡到宝了。你看，这个袋子质量很好，以后还能当收纳袋用呢。悠悠，看什么呢？怎么还哭了？林阿姨，我没事，就是看这寻亲节目太感动了，我真羡慕他们能找到自己的亲生妈妈。招娣，有件事儿我一直没跟你说，其实悠悠是我收养的。悠悠是你的养女？这些年我一直在托人帮她寻找亲生母亲，可惜人海茫茫，到现在也没有半点消息。那悠悠这些年该多苦啊！我女儿要是顺利长大了，现在应该也有悠悠这么大了吧？也不知道她现在在哪儿。别难过，既然我们走到了一起，以后你的事就是我的事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帮你找到女儿，也帮悠悠找到她的亲生母亲。一定能找到的。悠悠肚子饿了吧？想吃什么？阿姨现在就去厨房给你做。谢谢林阿姨，只要是您做的我都爱吃。林阿姨对我真好，如果她能是我的亲生妈妈，那该有多好啊！你先看会儿电视，爸去厨房帮你林阿姨打下手。悠悠，多吃点肉，看你瘦的，以后阿姨天天给你做好吃的补补。谢谢林阿姨，阿姨做的排骨最好吃了。你也辛苦了，多吃点。哎呀，我自己家，你快吃你的。珊珊，谢谢你。珊珊可真低调，要不是这次校庆，咱们都还不知道你老公竟然是富士集团的董事长呢。可不是嘛，珊珊，你这嫁的也太好了。听说这次校庆，富士集团董事长直接给咱们学校捐了1000万，这绝对是看在你的面子上。哎呀，1000万不算什么，主要是我家老傅平时没事就爱做些慈善，说是可以积德。听听，咱们珊珊这格局就是大，不愧是董事长夫人。反正这里也没人见过真正的董事长夫人，我随便怎么说都没人会怀疑。珊珊，你现在这么厉害了，可千万不要忘了咱们这些老同学啊。对，我最近刚开了个小公司，要是富士集团以后有什么发财的路子，珊珊你可得帮忙多提携提携咱们。放心吧，大家都有份儿，谁让咱们是老同学呢？只不过我老公工作实在太忙了，要不然今天这晚会我还能引你们见见他。理解，副董那种大人物肯定日理万机嘛。珊珊，这条项链特别衬你的气质，送给你了。以后咱们富士有什么好生意，你可一定优先考虑我啊。哎呦，你这也太客气了。行，一定。怎么回事？谁来了？排场这么大。天哪，这也太漂亮了吧！旁边那个男人好有气场。怎么是他？不行，林招娣知道我不是真正的董事长夫人，绝不能让他有机会戳破我的谎言。我必须先下手为强，把他的名声搞臭。不好意思各位，我来迟了。你看着有些面生啊，也是跟我们一届的吗？是一届，不过我当初因为个人原因休学过1年，所以大家可能对我不太有印象了。天哪，你身上这件裙子我见过，这是富士集团旗下刚刚发布的高定最新款，售价整整8万块呢。哎呦，这不是招娣吗？瞧我这记性，竟然没认出来，实在是对不住。招娣，快说说你老公是干什么的？居然舍得给你买8万的礼裙？不可能吧？她就嫁了个搬砖的工人，怎么可能舍得花8万块钱给她买这么贵的裙子？你们可别被她骗了。搞半天原来是个山寨货呀！真是的，
为了那点面子，居然穿山寨货来参加晚会，也不嫌丢人。林招娣，我记得你上学那会儿就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，没想到啊，你现在居然这么不挑，连个干苦力的工人都看得上。也是，毕竟是干体力活的嘛，没准你老公在那方面能让你更欲罢不及也说不定呢。林招娣，上次你害我在富氏集团丢脸，这次我看你以后还怎么见人。都给我闭嘴，嘴巴放干净点。哟，脾气还挺大，你算什么东西，也配在这里大呼小叫？就是，也不看看这里是什么场合，真把这儿当工地了。林招娣，今天咱们母校校庆来的可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，你把你这搬砖的老公带来做什么？该不会是家里揭不开锅，跑来这里混吃混喝吧？保安，保安过来一下，把这2个闲杂人等给我赶出去！你们干什么？是我身体不太舒服，才让我先生陪我一起来的。既然身体不舒服，那就老老实实在家待着，跑出来碍什么眼？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把他们2个一起给我轰出去！看谁敢！一个搬砖的居然敢在这里装腔作势威胁我们！我看你是在工地搬砖把脑子搬坏了，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。就是，装什么呢？赶紧滚吧，别在这里丢人现眼了！快把他们赶出去！要是出了什么后果，我薛山一力承担。欢迎各位校友来到今晚的校庆晚会。在晚会开始之前，我们首先要特别感谢富氏集团董事长对母校的慷慨捐款。听说董事长夫人是咱们本校的学生，今晚也来参加了校庆晚会。现在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，请董事长夫人代董事长上台致辞。珊珊，你还跟这2个穷酸鬼计较什么呀？快快快，校长叫你。对，正事要紧。珊珊，你快上台吧。算你们运气好。人家说的是董事长夫人，你是吗？你就上台。废话，我不是董事长夫人，难不成还是林招娣吗？哼，亮这个穷光蛋也不敢拆我的台。你赶紧闭嘴吧，别在这捣乱！要是惹怒了富氏集团，信不信让你在整个江城都待不下去？我看这个搬砖的穷光蛋是疯了吧？他也不拿镜子照照自己，竟敢在这里质疑珊珊董事长夫人的身份。我看照他这口气，接下来就要大言不惭地说他自己就富氏集团的董事长了。这每天在工地上搬砖的董事长，我活了半辈子还是头一回听说呢。那是副董，副董旁边那位想必就是传说中的董事长夫人了。不行，我得亲自去请他们上台。老夫，算了，咱们走吧。走？刚才不是挺能说吗？现在知道丢人，想跑了，晚了。看到没有？就连校长都亲自下场来请我了。别挡路，都给我让开！哎呦，校长，您这是干什么？副董，您怎么还亲自来了？既然如此，那就请您和夫人一起上台吧。妈呀，他该不会真的是富氏集团董事长吧？不可能，学生不是说他只是个搬砖的吗？校长，您是不是认错人了？他就是个搬砖的，怎么可能是富氏集团的董事长？没眼力见的东西，给我滚远点！副董，实在抱歉，是我招待不周。校庆马上开始了，还请您移步上台为大家致辞。上台就不必了，高校还真是人才辈出，今天我算是长见识。副董息怒，是我失职，是我管理不善，我马上就把这几个没眼力见的东西赶出去。来人，还不快过来把这几个人赶出去！怎么可能？他居然真的是董事长！副董，我知道错了，是我有眼无珠，求您饶过我这一次吧。副董，刚才那些话全都是薛谭挑唆的，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对，我们都是被他蒙蔽了，您大人有大量。富氏的合作门槛还没那么低，我宣布，从现在起，富氏集团全面终止与你们所有人的合作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拖出去！招娣，你听我解释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傅元浩，你一直都在骗我。
底发生什么事了？刚才林阿姨一个人红着眼睛回来，脸色难深的很，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半天没动静了。今天在学校校庆上出了点状况，你林阿姨她知道我的身份了。难怪林阿姨生这么大的气。爸，这事儿就是你不对了，你赶紧进去好好跟林阿姨认错解释。林阿姨人很好，你要是错过了她，以后肯定会后悔一辈子的。我知道。招娣，你听我解释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老傅，我们离婚吧。为什么要离婚？我不同意。你是高高在上的富氏集团董事长，而我只是个普通的底层女人，根本配不上你。你值得拥有更好的女人。胡说，在我心里，你就是最好的，谁也比不上你。既然如此，那你为什么要一直瞒着我？招娣，我承认隐瞒身份是我做的不对，但我发誓绝不是想看你笑话。其实在你入职富士那天，我就想把这件事情告诉你了，可你当时说你更喜欢普通人的生活，我怕说出来你就不愿意跟我在一起了，这才一直没敢开口。那你也不能瞒我一辈子啊。那就不瞒了，以后什么都不瞒着你了。老婆，我爱你。都多大岁数了，还这么老不正经。爸，还没哄好吗？我肚子都快饿扁了。悠悠想吃什么菜，阿姨去给你做。我想吃糖醋排骨。真是委屈副董了，隐瞒身份，为我开了这么久电动车。陪老婆上班哪里委屈了，我还挺喜欢的。薛山，你也太不要脸了，竟敢冒充董事长夫人命令我们做事。就是，你被赶出公司完全是咎由自取，这还真把自己当成根葱了。我呸！明明是你们自己蠢，现在还敢来怪我？你们，你竟敢打我！打的就是你！告诉你，董事长已经下令让整个行业把你拉黑了，你还在这神气什么？老傅，你回去路上慢点。好，下班我再来接你。林总监早上好啊！之前的事儿是我们不懂事，您大人大量，千万别放在心上啊。是啊，林总监，以前是我们眼拙，不知道您和董事长的关系，多有得罪，您别跟我们一般见识。大家都是同事，以前的事儿我没放在心上，以后好好相处就行了。今天集团里没有人欺负你吧？有人这个董事长给我当靠山，谁还敢欺负我啊？那就行，走，回家。哎呦，我的好女婿，你们可算回来了。是啊是啊，女婿下班辛苦了吧？你们来这里干什么？女婿啊，求求你大发慈悲救救我儿子吧！现在只有你能救他了。到底怎么回事？先把话说清楚。还不是耀祖那个女朋友，他拿了咱们家50万彩礼钱就跑路了，还偷偷打掉孩子嫁给了别人。耀祖气不过，就上门去找他们理论，结果没说拢，发生口角，一时冲动把对方给打成重伤了。打成重伤？他现在人呢？被抓进局子了。对方家属索要30万的赔偿金，放话说如果不给这笔钱，就一定要让药师去坐牢啊！招娣啊，耀祖可是你亲弟弟，咱们老林家唯一的独苗啊！你一定要想办法救救你弟弟，你要是不救他，我和你爸也活不成了。30万，
你们就是把我卖了，我也拿不出30万。而且我早就没有你们这种重男轻女的父母了，更没有林耀祖那个惹是生非的弟弟。他打人坐牢，那是他罪有应得。你骗谁呢？你没钱，但是你老公有啊！我早就打听清楚了，女婿可是富士集团的董事长，身家过亿，30万对他来说连个零头都算不上。你们简直不可理喻！老夫有钱也是他自己辛苦赚来的，跟你们有1分钱关系吗？你们休想从我们这里拿走1分钱去救那个败家子！哎呦，你这不孝女，怎么还动手赶人啊？等等，只要你肯出钱救你弟弟，我就告诉你你女儿的线索。说什么？其实当年收养你女儿的那户人家，电话号码我还留着。只要你让女婿拿出30万去牢里把你弟弟捞出来，我就把电话给你。别演了，我看你们根本就不知道那孩子的下落。你胡说什么？林特助早就查清楚了，兰兰当年被你们送走后又被几经转手，现在早就已经不知去向。你们手里所谓的电话，根本就是在骗人。他说的是真的。你们竟然拿我的女儿来骗我！从今天起，我林招娣和你们2个彻底断绝关系。招娣，你弟弟还在里面呀，他要是就这么毁了，我们老两口以后怎么活呀？对呀，求求你了，就当是看在我们养你一场的份上，救救你弟弟吧。养我一场？你们是怎么养我的？你们自己心里清楚。从小林耀祖吃肉，我只能喝汤；林耀祖睡床，我只能跟牛羊挤在一块儿。他犯了事，你们第一个想到的还是我。林耀祖变成今天这个样子，都是你们从小惯出来的。保安，302门口有人闹事，你们快来人将他们赶走。招娣，招娣，你不能这样对我们呀！我们是你爸妈呀！老婆，兰兰的事儿，我一定帮你查到底，你放心。谢谢你，老夫，我有点累了，想先回房休息。爸，林阿姨呢？怎么就你一个人坐着？她爸妈来闹事，被我赶走了，心里难受，回房间了。那我去陪陪她。林阿姨，你没事吧？这照片上的小女孩，不就是我小时候吗？林阿姨手里怎么会有我的照片？林阿姨，这张照片你从哪儿来的？这是我女儿小时候的照片，这么多年了，也不知道这辈子还有没有机会再见她一面。悠悠，好端端的怎么哭了？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林阿姨，我没受委屈。林阿姨，你还记得这个吗？原来是被你捡到了。我说前几天怎么突然找不着了？林阿姨，那个是你的，这个是我的，从小到大我都一直带在身上。这2个平安符一针一线都是我亲手缝的，天下绝没有第3个。难道你就是？妈，我是兰兰，我的兰兰啊！妈终于找到你了。怎么了？我在客厅听到你们在哭，发生什么事了？老夫，原来悠悠就是我的兰兰，我一直在找的女儿，原来一直都在我身边。什么？悠悠就是你的亲生女儿？这可真是天大的缘分啊！以后我们一家人再也不分开了。好，再也不分开了。对，我们一家人永远在一起。